2006年我就轉咗型，我由一個 IT 嘅科技人轉咗做媒體，我就經營一個叫中港兩地跨境巴士嘅業務。所有嘢都係由零開始。你試想想，我係科技人，但係轉咗做媒體，做一個交通工具，你要聞廢氣，你要去處理一啲你唔認識嘅嘢。所以雖然辛苦，但係好彩經過咗2年多嘅努力，事業終於有起色。去到某個階段咧，我喺香港有90%嘅中港巴士都係由我獨家代理去嘅媒體資源，管理緊700幾台巴士。亦都因為喺12年咧發生咗少少事情咧，我發覺我唔可以擺所有嘅雞蛋喺一個籃裏邊，所以就開始想揾多啲多元收入，製造個備胎。坦白講，喺個過程有好有唔好，有成功有唔成功，所以好明白咩叫風險。所以重點係我哋點樣去管理好我哋參與所有嘅事情。我可以作為一個20幾年嘅生意人，一個分享就話，傳統生意當然唔錯，但係始終我哋都係為他人作嫁衣裳。如果巴士公司唔再同我哋合作，我就要雙手交翻個資源俾巴士公司，所有嘢都歸翻嚟。但係調翻轉嚟，今天我喺美安嘅超連鎖事業，我可以通過我8年幾前種下嘅種子，持續去栽培佢。今天我可以擁有一個，如果計翻我嘅收入喺香港等同7間沙田第一城，每間房產值400萬，我擁有一個2800萬嘅資產，你覺得值唔值得做啊？係咪？請掌聲！所以我哋睇翻傳統生意係一個舊路，我哋睇翻我哋要賺更加多錢，我哋要更辛苦。我哋如果要賺多啲業績，我哋要更加多嘅努力。我哋坦白講，容錯率係近乎0，只要你做對好多事情，但係你做錯一個事情，你都可以全部嘅生意歸零。所以係手停口停嘅生意。但調翻轉，你睇翻我哋超連鎖嘅事業，我哋係用個系統嚟幫我哋賺錢。組織越大，如果我哋懂得借力個系統，係越做越輕鬆，所有業績係100%共享。所以呢件事情係絕對適合任何一個朋友，無論你今日做緊打工又好，創業又好，你都應該擁有一個超連鎖事業作為一個你嘅風險管理。我哋可以咁講，點解我會越做越投入呢？我發覺原來我之前做緊嘅生意，就算你擁有700幾台巴士嘅管理權，又如何呢？因為只要疫情一到，我所有嘅生意都斷崖式歸零。所以我企緊喺嗰個地方，我哋叫做你搭緊嗰個下降緊嘅電梯，就算你幾努力，你都只有維持到你唔下降。但係調翻轉頭，我哋今日喺超連鎖事業，我哋見到係咩？一個上升緊嘅電梯，我哋做緊一個跨境電商、全球性嘅電商，我哋只要站啱一個賽道，我哋就可以輕輕鬆鬆向上行。你話係咪好容易啦？另外，我哋見到喺美安嘅系統裏邊，我見到人嘅光輝。你諗下喺傳統生意，我贏就代表有人要輸，我哋係冇得去共贏嘅。我唔會教人點樣做我嘅傳統生意，但係喺美安呢個事業裏邊，我贏亦都係你贏，我哋一個共贏嘅生意。所以我點解會越做越投入呢？因為我發覺呢件事情唔係單鬥獨鬥，係大家一齊合作。另外啦，我亦都掌握到一個秘訣，就係頭先我哋嘅大領袖 James 講嘅，我點樣用會議嘅系統，我叫369，一陣我會講下。我見到只要我持續用369張票去帶動團隊，原來呢件事情會越做越輕鬆嘅。我嘅奇妙時刻就係喺18年3月，當時呢，我第一次參加香港大會，喺嗰度我見到公司好務實，我見到一個好清楚嘅路線圖，我知道只要我努力幾年，我就可以成功。喺台上好多嘅經營者、成功嘅店主都好似今日咁樣同我哋講，你要買3張嘅下次大會票。我聽話照做，我都買咗3張。今天我嘅團隊規模就係通過呢3張票帶出嚟嘅，俾啲掌聲我哋團隊好唔好啊？
去到2022年8月，香港雖然係喺一個疫情嘅一個要隔離嘅時候，但係我都同團隊決定去參加我哋30週年嘅美國大會，實體見到我哋嘅創辦人 JR 喺嗰度，我見到成件事情更加真實，所以我當時就同我哋團隊嘅伙伴講，我哋會一定每次去美國大會，亦會帶一啲真係想認真做嘅積極進取伙伴持續去美國大會，亦都因為咁樣，我當時